我覺得解決貧窮嘅問題咧，長遠嚟講一定要喺教育着手，因為我哋每一個人都想係有向上流動嘅機會嘅，而俾加強我哋機會咧，一定係改良我哋嘅教育，等我哋每個人有多啲嘅知識同技能，先至可以有向上流動嘅機會。但係有陣時咧，市場係會被扭曲，市場嘅力量係會失效嘅。譬如話好似房屋問題咁，因為香港嘅房屋市場咧係面對全國嘅需求啊，咁可能地產商咧就係會集中起一啲豪宅，或者將細嘅單位都變為豪宅嚟吸引全國嘅買家。喺咁嘅情形之下，如果係低下階層嘅房屋問題唔能夠獲得關注咧，政府就要介入市場啦。勞工問題都係一樣。如果話因為有好多新移民進入香港，有好多大量技能低嘅工人，令到佢哋做一啲體力勞動嘅工作咧，係冇討價還價嘅能力，政府就要介入，定下最低工資啦。所以我覺得咧，長遠嚟講，基本上一定係要改良教育嚇，令我哋嘅經濟咧係架構更闊，多啲職位。但係有需要時候咧，政府係需要介入市場，嚟令到每個市民咧有更公平嘅機會。